一下。我的优点，我想绝对不会吹牛了哦。我的优点，马市长那一天来帮我主讲的时候讲一讲。我书先传了很多的，希望他把我讲话的优点到底有哪些。他看我传真资料，就是这一张啊，大家看一下。哦，他吓了一跳，他怎么讲？他要帮我助讲，如果各位先进党内大佬都有气的话，他这么讲哦。当天我录音带为证的哦。哦，如果这样子一言在台北市，我马市长就糟糕了。一个不包工程的议员，甚至不去介绍亲朋好友、承揽一婚一甲生意的议员，我敢这么保证。只要水能举证，我介绍这个工程，我介绍这个亲朋好友做任何一甲一婚的生意，我马上就辞职不行议员。我是一个自律认真的议员，我认为这样没有这么做，才在因为讲话敢大声为我百姓争取权益的议员，敢为政党政策偏离的议员。我投入很多的社会公益，包括篮球、游泳、撞球、土风舞、柔道。我参与很多社团，带给我们的青少年一个正常的休闲娱乐。我参加了红十字协会国际的组织，目的怎样？要发展国际性组织，发展台南县一个健康、一个正当的国际社团，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参与国际社会组织的运作，目的就是照顾我们这台湾这块土地。以后发生了天灾、发生了水灾，我们这个组织能够集合有限的经费、有限的物力人力，帮我们政府做一些事。我帮郭立才助讲10几场，没有人比我更忠贞，我敢这么说。没有人比我更爱国民党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国民党能够茁壮。所以这是前提，我希望我们各位先进，不管你129也好，921也好，今天是我的场子了哈，总会我不能讲别人的话了哈，总会不能讲121啊、124啊哈，一定要讲921还是129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我想支持我前议员，就代表公平正义。如果在一位表现出其第一名的议员，一个不做任何工程的议员，政见对现力100%的议员都漏钱，那我们社会有什么公平正义？一个敢为中国国民党我们的政党意见辩论的人，一个每天去开会的议员，一个热心公益的议员，都漏钱的，那我们中国国民党希望在哪里？这4年来，大家从大众媒体，我想都看得出来，我对中国国民党的忠贞，不是我今天在这边正定会随意说一说的，甚至县长还是县长室的人都来跟我讲，你不要再开记者会了，你有什么需要建设，你跟我说，我说不要。身为一个民意代表，就是要讲话。身为一个民代表，就是要监督县政为重，服务是你县政府的事。所以有一天，县长在我在执行他，说你乱花钱，他说蔡议员，我们花了1分1毛都是借来。我说难道装监视器、治安改善是我的责任吗？我认为是你县长的责任，我们只是帮助你，督导你要做。所以前天他在吹牛说，他的花了2000万。装了监视器，要改善治安，我马上说，县长，2000万你办理活动都超过2000万了，整年的预算装了这么315组的重要监视系统，你办一场活动就把它花光光了啦，你没有重视县民啊，你只重视办活动，有谁敢跟他讲？有谁敢抵挡他的利用？他要给我监卫建设，我不要。我不要，有人能够跟逃过他的，甚至在我讲几个例子了哈。去年总统选举的时候，最后我到地检处按铃申告，他台南县不实文签，中华民国25个县
议员，谁敢去跟执政的县市长抗争？谁敢去挤挖他？只有我蔡英文一个，只有我蔡英文一个。为了连宋要当选，我去挤挖台的宪报，不死如仙，挤挖他的贪腐事件。台的宪报竟然还没公开招标就印好了，检察官不接受我的调查，我建议他跟调邮局来问，建议他要调印刷厂来问，他不接受我的建议。虽然最后以不起诉结案，可是我不能将捡起人的地址，他在住在普西路，我不能讲出来，这是我做的经纬者，否则他难道不会发生贪腐事件吗？宪报大家也知道，最近印的很多了哈。我想今天市长也没有来了哈，那郭天仔等一下会到了哈，我硬撑了，撑到他来哦。我想撑他来的话，我就交给他。我的优点，我想一大堆了哈，一大堆。大家我想从电视看得到，报纸看得到。最近选举方式大家有在改变，我希望中国国民党党员，而是党友，应该勇于为我们政党讲话。我们都是乖乖牌，都是中产阶级安分守己的百姓，我们应该要学民进党。几个人就打天下，把国民党执政100年老店打垮，原因怎样？民进党敢抹黑、敢乱讲话，我们都有凭有据。我希望我这一张文宣里面有几个重点，第一个就是负债哦，大家可以讲一讲；第二个就是他的民调老是排最后几名，可以讲一讲。陈德昌从第1名的执政民意度施政满意第1名，降到现在最后1名，为什么大家可以讲？414亿负债超过400亿，是我议会里面老师在讲。我最近到乡下去拉票，百姓听得进去哦，百姓真的听得进去。苏安州县长执政到现在负债超过400亿，很多人跟我说，哦，不这样。可见百姓听得进去。我们希望把这种事实快速的传播，特别是对一些65岁的老人，被他处理关爱中心，被他骗的老人，跟那些老人讲，县长有没有动员你去他的造势场合？有没有动员你去表扬？有没有动员你去什么志工游览？他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你的票，要骗你的票，你不要被他骗了。做老人，我们能够赢。台南县老人超过13万人，台南县的县长我保证我一定赢。一个人负责帮60岁的老人，把他造反，把他拉过来2票，我们就赢了。你要一个人负责2票，帮那些老人讲苏万柱的缺点，他不是为了他们的身心健康着想，不是为了他们的福利着想，是要骗他的选票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有机会。民意调查，40岁到50岁50赢，50岁到60岁差大概是平等，60岁以上大概我们就输得很惨哦，很惨。大概原因就是我刚才讲，村里关怀中心他庇护了很多民进党的人，什么督导员，什么负责人，你整天都是在说苏万智的优点。村里关怀中心门口都是插着苏万智的旗子，整天在帮他洗脑，好像地下电台每天在洗脑。所以我们的重点在哪里？就是老人。郭台铭当选以后，农民年金中央花的造花，那钱是中央给人一块两的钱啦。即摆拢外口袂讲，过年添一冻蒜，5000块就无人发，几千块就无人发，你拢骗人的。4000块叫发，你把你通过叫发，去写个中国国民的提案，要增加到5000，那是中央政府的钱，不是县政府的钱。所以郭台铭说造花没有问题，叫花没有问题。我们的重点要摆在老人。我希望各位长辈有碰到年纪大一点，就跟他说：这卖我能者，这卖我能者。中国国民党县长就有机会。2%不是在安检名单里面，2%了哦。我们自己做的民调赢2%。联合报最坏是
输了7%了，上个礼拜。不过最近民进党弊案又发生很多，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我们县长选举才有机会，市长选举才有机会。李宗志市长选举是乐观的，不过我们也不要太过乐观。太过乐观的成怎样？不会主动帮他拉票。太过乐观，中国国民党党员就是这么缺点。我投给你没有问题，我不会主动像民进党这样帮你拉票、催票、动员投票。我们一定不要任何一点认为似乎造成最后大家感觉到有遗憾。大家一定要主动积极，将我们投给深蓝的人，我们的深蓝的朋友的票捐出来。这是我听到很多朋友在讲，不要投给施万志。对施万志不满意，他不投票。假设他不投票，我们大家来投票，大家积极动员投票，那我们就赢了。他不投票，我们投票，我们就赢。大家应该听懂我的意思。大家一定要投票，支持郭天才、李宗志、蔡英文，鼓励民进党说施万志不投票就不要投。那这样一个负一个正，我们就赢更多。我想大家应该听懂我的意思。胜负的关键，第一个要有信心，第二个就是要主动积极，将应该投的票，每一票都拉出来，不要因为认为李宗志一定赢就不积极，其他票，不要相信任何不实的文宣。最近民间有在流传，李宗志怎样，对中国国民党不忠心。我想这是基于长官跟部属之间的常情。李宗志从来我没有听过他讲一句话要支持施万志，没有。李宗志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，这几年来的表现，我们应该为他背书。他从来这段建立期间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要支持施万志的话，他讲了很多话支持郭天才。李宗志成立大会，郭天才县长有去到立，施万志没有。李宗志讲的话都是有在打压民进党，没有在鼓励民进党的话，所以尔后如果有任何不实的文宣、抹黄抹黑，郭天才也好，李宗志也好，我们大家要极力为他辩护。胜负的关键到最后或许差了一点点。民进党的选举不择手段哦。我记得上次在这边说，那时候我们说连胜赢了很多，可是我那时候就很担心，民进党的招很多啊，掰交抢劫见招很多啊。他们是为了当选不择手段，像施万志一样，为了当选把台南县政府财政拖垮在几占民营的钱来花的县长，他们有什么不敢做？他民进党执政只有一个目的，只要当选再说，只要当选不择手段，国民党会这么做吗？我们选举真的是很吃稳，按部就班，这是国民党缺少主动积极的精神。所以每次选举我们被打、被追，每次都这样。我们应该要改一改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作为，只要事实有根据，我们要极力辩护。这是我的想法。我个人讲太多了吧？他还没来，仲志还没来，我自己在讲。我想，我剩下时间了哈，我这么简单，就拜托大家回去讲一讲，我们做出去统一的口径，不管讲921也好，129也好，我们3人的选举就是这样。拜托大家，我们有准备一个简单的面包了哈。要回去的话，大家可以一下果腹了哈。因为今天很多党内先进都是，应该我讲国语听得比较懂，所以我讲闽南话，我想大家会好像不自在，所以我讲国语，可是我讲国语我不自在啊，我讲国语换什么不自在哈？如果讲闽南话的话，我大概辩才无碍了哈。这我闽南语就这个缺点。12月2号，拜托大家5点半了哈。
5点半我们要一个造势上街机，快快乐乐造势的活动开始来了哈！我邀请大家来参加，10月2号这黄色的车子里面哈，拜托大家来参加，拜托来参加，谢谢。欢迎理事长啊！感谢蔡一位议员，他真的语重心长，报告他一些施政的理念，还有他最近的一些心路历程啊！谢谢各位。首先非常感谢我们陈书记、我们蔡议员，还有我在座的我们老夫哈，还有在座的我们的叔叔伯伯，从小看我长大，看我小叔叔尤其这些都一样，还有陈叔叔，还有我们一些党员先进，大家晚上好。你们现在看到我好像最近消瘦了很多，事实上也不是消瘦，选举当然是肯定的一些事情，那人瘦一点还是应该的，但是呢，在精神上看起来好像有比较憔悴一点，因为连续这几天呢，受到我们对方阵营的一些打压，还有这个检调单位呢，从前天呢，从我的新营市公所、竞选总部，还有我们家，领导强冷将军，这是我们那个王公里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，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民众服务站、民众服务社，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妇女会理事长，那个林理事长，还有就是我们那个王公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，他在我家里面从1楼到整栋统统收藏。那他们在进行这个搜查前一天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新营的所有的媒体，他给通知新营分局，说第2天呢要到我竞选总部要送挑战书，要踢馆，他们约10点半。那结果呢，10点钟的时候我就接到电话，说市公所、竞选总部跟我家里面同步搜索。我先赶回家里以后，我再赶到竞选总部，然后呢，我再赶到那个西营市公所。结果呢，10点钟呢，所有的媒体通通到了我竞选总部，警察呢也在我竞选总部，还有呢检调人员也通通在我竞选总部，包括我家里面5个地方同步搜索。当然了，他们没有收到什么东西，他现在也知道，李宗是我到今天我还是租房子住，我爸爸是一个公务员，跟我下属是同事，他们2个人，我爸爸跟我下属从小2个人从同事一直吵到我爸爸已经过世了，他还留在这里，他跟我爸爸跟我老同事，我们也是老邻居。我爸爸民国34年，中安警官学校毕业，开干班第一批开到台湾接收。我那个李文忠李叔也是，他当初也是在那个民防指挥部改组以后，再到警察局去。就是我是一个真正的全正的公务人员。现在呢，政府在打那个18趴，跟我没有关系，因为呢，我父亲他当初退休的时候领不到60万，那当初有这个18趴的制度呢，就是因为当初的公务人员薪水非常的少，那当初在推动10大建设呢，政府又没有钱给这些为了国家奉献一辈子的人，没有足够的钱给他们，所以呢，才会当初的利率是12趴。所以说才会多出这个6趴来，让他们呢能够养老，但是呢，现在呢，民进党政府呢，
为了选举，把他整个给打乱。他说呢，要不这18%是不合理的，要把它拿掉，然后给老农渔民呢再多1000块钱。大家记得应该记得，2004年总统选举的时候，老农跟渔民无缘无故的那个户头啊多出1000块钱，无缘无故的多出1000块钱。时间一到，他们就真的去买票，但是呢，他们怎么买票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呢，现在是他们在执政，现在是他们在执政。说是那天呢，受到检调单位调查，说真的，一些社团的补助款，尤其妇女们是从民国68年开始编的预算补助他们，从民国68年一直编到我们前市长陈先代市长上任，他上任是民国87年、88年、87年上任，他88年开始编预算，这条预算就没有了，就把它给撤掉。然后呢，我从去年再开始编妇女会的预算，来补助我们的妇女会。那结果呢，他们说我是契约贿选，就叫做契约贿选，把我扣点大帽子，20万交保，20万交保。检察官本身就认定我有罪，所以他叫我20万交保。当然，面对司法。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只有2种官，一个是检察官，一个是法官。他们说什么你都不能反驳，你一反驳他，就在检察官在侦查的时候，你一反驳他，对不起，你吃不完兜着走。这2天我消瘦很多，说真的，我心里面一直想不开。但是呢，距离新市长的选举，距离12月3号的选举，只剩下10几天。我再怎么样，我要熬过去。我相信说，对方的宣传车在这1、2个月以来，每天宣传车上骂，讲一些讲东讲西。我相信呢，我们的新营的乡亲，每一个人都非常吵得好累，每天都在讲，每天都在讲，他就是攻击、丑化，然后制造议题，然后呢，利用检调单位来。想要来对我们产生刺激。总之是3年多这4年以来，我跟他们什么我都不说，我就是为我们新市民在做事情。4年以前我参选西营市长，我讲过一句话，我当选市长以后，我不是西营市长，我是西营市公所的经理人，我是来管理我们西营市公所，来经营我们的西营市，我们的地方。我们的家乡，这4年来，我都是朝着这种理念，我在替我们西营来做事情。我敢讲一句话，我终是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，我对得起我的父母，我对得起西营市公所，我也对得起我们西营所有的市民。今天我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我们西营的未来在做。很多议题，我想时间也不够多，我也没有办法在这边讲。他们现在主打一个议题就是火化场。他们说火化场建立以后会影响西营市的生活品质。我在这里把这个火化场的新建计划呢，在这里大概的跟各位我们这些长辈们做一个报告。我相信呢，我们那个蔡议员他全程都了解。我91年的3月1号就职，在91年的9月19号同年。台南县议会发一张公文给台南县31个乡镇市公所，他们要推动所谓的县立殡葬业务4合1一元化，殡葬业务4合1一元化的业务，县立要我们31个乡镇市公所提出简报，看哪一个地方要不要做。那因为我们西营市公所，我们西营市的那个纳古塔。是让我们前市长陈现代市长他要下任以前发包，那现在说你这个东西你发包，尤其大家了解一点，纳古塔是中央政府跟县政府连1毛钱都不补助，他们为什么不补助？他们认为说，因为民间做的纳古塔太多了，
你公家在做的话，你会变成民间没有办法，他们没有办法生存，因为公家的便宜，民间的贵，所以他们不鼓励地方兴建纳库塔。所以说纳库塔，中央政府1毛钱都不补助。但是呢，陈市长他把这个东西发包了，我们一定要做。他第一期发包的工程款是差不多7000万，在我的手上开始，我接任以后，他们才开始动工，才开始做。但是各位想想，光是一个纳库塔，你要把它整个完成的话，至少要花2、3亿，要花2、3亿。信义施工所哪来那个财源来做这个东西？所以说，台南县议会推动这个案子的时候，我信义施工所我就提报，因为呢，你在4合1的业务里面，你可以从中央拿一点钱来做我们周边的一些工程。比方讲，我们这个纳库塔本来要花2亿5千万的，你可以花到2亿5千万，可以把中央的经费拿下来，在我们整个4合1里面，在里面动工。我当初的构想是这样，然后我送审以后呢，当初台南县议会决议的就是说，西南的地方由归仁乡来做，西北的地方他们决定由信义施工所做。会议记录里面要求台南县政府从92年度开始编列预算补助信义施工所，要我们台南县的所有的中央级的，包括县级的立法委员，全力来替信义施工所来争取经费，来把这个县立的4合1殡葬业务给完成。县政府发动结果要我们开始执行。县政府他是决定单位，县府跟县议会他是决定，他们决定以后发文给信义施工所，由信义施工所推动执行。我是个执行者，我不是决议者。决议者是台南县议会跟台南县政府。当时我们做这个案子的时候，有一点疑虑，就是说火化场信义是要设3合1还是4合1？所谓4合1，3合1就是说纳库塔、殡仪馆周边的设施，还有就是那个环保站，加上火化场就是4合1，就是这个殡葬专区。所以当初就顾虑到是要做3合1还是4合1，所以呢，内政部民政司呢派了专家学者下来信义市来做勘探，来做考察。因为柳营有一座火化场，信义市需不需要做？经过内政部民政司他们的学者专家下来做过评估以后，他们决定说信义市要做。信义市要做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在他们的计划里面，我们台南县呢最少要有4座的火化场。尤其信义市它是一个都会区，就是说它需要火化场，需要殡葬业务1元化来推动。包括内政部核准了以后，我开始推动。我们目前这个案子应该在12月底，最晚呢，明年的4月到5月可以完工，可以取用。那所有的经费里面呢，一共是花了，抱歉，我看一下，我到91年推动的时候，第1年我在那个内政部民政司就拿到3470几万的补助，然后呢，在93年度又拿到1500万，包括了我们县政府这3年里面补助信义施工所2700万，2750万，那这个总共是一共花了3亿多，中央的补助款不到1亿，另外的2亿多是信义施工所要来筹措，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工作还是要把这个东西给完成。
因为这是在前市长他推动的东西。你现在你不把纳古塔整个完成的话，你没有办法营运。市民他会怪我说，前市长决定的事情，你李宗士你不去执行。这是我认为好的事情，一定要去做。那当初呢，为什么他们决定说西营市应该要做这个火化场？因为西营市是一个小型都会区，啊，现在就是说严文通议员在外面所讲，他就是说，西营市新建火化场以后，六甲、下营、麻豆、关田，什么地方都到西营，送到西营来火化，哎，帮忙，柳营就有一座。他们那边要火化只会送到柳营，不可能送进到我们西营。而且那边的要送到西营来火化，我们也不收。这严同也说，连那一边的我们那个，就是说那个集水溪以南的，通通送到西营来收，不可能。他们只是送到柳营，而且要送到西营来收，来火化的话，我们也不收。那他说盐水啦、义竹啦、布袋啦、东石啊，都送到西营来火化，有可能。西营不做的话，他们送到柳营火化，一定要经过我们西营市，一定要经过我们西营市，尤其要经过我们市区，因为我们的南外环道路还没有开辟，有开辟到它会从南外环直接过去。那我们西营不设的话，是不是他们那一边的火化一定要经过我们西营市？啊，他说后地、来河、东山那一方面也都是送到西营来火化，没有错。西营不做的话，他们要送到柳营去火化，还是要经过我们西营市。西营做的话，他们从长荣路直接就进来，盐水那边也是从长荣路直接就进来。好，来说我们西营市。我们不设的话，我们西营市我们做完了还是要送到柳营去，还是要经过我们西营，我们还要送到柳营去，然后再送回来。光是这个花费，你看最少多出5万块钱。你人要火化，一定要一部灵车，要一部推有够，还要有一些那个摸柱靠拱，这个呢都要到那边去做，还有道士来去的车费，是不是这样？而且我们现在是我们不设4合1的话，你人过完以后，你就摆在你家里面，然后你的隔壁邻居没有，你放心，没有人敢讲话。当然，你的隔壁邻居最少有2个礼拜没有办法睡觉，因为你天天要诵经嘛。那我们4合1完成以后呢，人往生以后，就是送到我们的殡葬专区，仪式在那边，我们有殡仪馆、火化，什么东西通通在里面，就是在那边仪式完成。那您说，我们是建了比较对市区的环境、噪音，包括环境比较好，还是不建比较好？我认真的跟他算过，光是我们的丧葬费用呢，可以省掉1/2到1/3，最少可以省掉1/2，光是丧葬费用最少省掉1/2。我觉得做这个东西对西营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对方打的议题就是说，我要大学，不要我火化场。好，火化场，你们说要不要？大家记得柳营当初在建火化场的时候，抗争了2年，黄国安刚香港抗争了2年，他还是完成了。完成了以后，他营运从吴乡长营运到现在，也没有人抗争。结果呢，现在是他们柳营乡的一支金鸡。而且大家了解一点哦，柳营乡他们火化炉，他们的燃料是那个柴油。柴油燃烧的柴油，他就说柴油它没有办法一次燃烧，它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燃烧。就是它会产生硫化物。我们西营市公所我们所设计的是那个瓦斯的，而且我们的品牌是全世界就联合国唯一认证就是瑞士的火化炉。它是2次燃烧，
他第一次烧过以后，把那个气抽到上面来，那个气再做第二次的燃烧，就等于是把那个杂物是完全燃烧掉，它是二次燃烧。这是我们目前所做的火化炉，就是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火化炉。但大家应该了解，我们台湾现在是那个开发中国家，不是已开发国家。但是呢，我们台湾的环保是跟着已开发国家在做，我们台湾的那个环保的那个认证。所以你这个东西你没有经过环保局，没有经过环保检测通过，也不能够营业。那他说呢，不要火化炉，要大学。我91年，也是我上任的那一年，我就推动南方大学，我就在推动南方大学。当初我们苏县长还没有推动交通大学，我就在推动南方大学。我推动南方大学以前，我先去找森达制药厂。森达制药厂它本身是生化科技，我们七英糖厂呢，它本身也是生化科技。我觉得就是说你们两个单位能够结合，利用南方中学，利用我们七英糖厂的腹地，来盖一所南方大学，那个生物科技大学的话，那在我们新市，包括对那个学子来讲。这是他们非常他们想要去读的一个学校。这时候我在短短的5天以内，我现在在座有很多有联署的，联署了38000多人。短短的5天里面，我联署了38000多人，包括苏县长他有联署，包括李佩芝我的对手他也有联署。联署完以后呢，我把联署书送到台南县政府，要求台南县长苏万志是不是呢？能够呢，这是我们西安人的希望，是不是能够帮我们呢来筹设，在西安筹设一所大学？苏县长跟我讲，这你们自己去努力看看，要我们自己去努力看看。结果呢，我复印一本那个38000的联署文，我送给苏县长，然后我再带着一本，我就打电话给现在我们的县长候选人参选人。郭天才、郭义伟，我们3部游览车到台北，到立法院，然后呢，郭立伟呢，他带我们到台糖总公司找吴乃仁，当时吴乃仁是台糖的董事长，我们去见吴乃仁董事长，把我们的请愿跟我们的联署书送给他。吴董事长讲一句话，我们曾经过以后，他只讲一句话，我很忙，我们台糖是国有的。我们只想赚钱，不想推动，因为呢，他们盖学校是有国家的东西啊，你没有办法无轨搬运，他只有投资没有办法收回来，就说抱歉，我不可能做。我们就把这些资料呢送到教委会，结果呢完全没有效果。说真的，一所大学的推动，不是我一个小小的地方政府能够去推动，一定要县府帮忙。中央还要有人才能够做。也许当时我91年推动的时候，还有可能推动那个大学，那时候还可以设大学，现在已经不能够设大学了。从93年度，93年开始，台湾呢不能够再增设大学，它只能增设分校或者是研究机构，只能够设分校跟那个研究机构。93年以后就不能够再设立大学。再设立私立大学，就是说他们打的选举都是在骗选票，而且呢都是呢跟着我的路在走。你们有看过他的文宣？他的文宣里面通通是中自在已经做过的，还有现在目前在推动。当然了，这是一种理念，我想比较说在。但是呢，就是说他们一直在利用检调单位，一直来对中自的进行打压。就是说，在这里呢，说真的，李同志我非常的坚强。我敢讲一句话，这场选票，这场的选战，我一定要打赢。我相信说，在座这些前辈们能够给我信心，你们做我的后盾，我绝对能够打赢这一场胜仗。那在这里呢，我要做一点澄清，
就是说，因为苏汉志苏县长他有那个台南县的那个乡镇市农会联署，还有乡镇市长联署里面，在乡镇市长里面我有他的联署，因为呢他是我的长官，县长这跟我不同党派，但是他是我的长官。我敢讲一句话，每一年的乡镇市长联谊会，我就跟我们那个蔡议员一样，我每一次都跟他开炮，开炮打得他遍体鳞伤。但是这3年多以来，是将近4年，他对新施工做的补助，我在那边讲有也有3亿多万。再者呢，他是我的长官，他要求我跟他做个联署，签个名字。我也跟那个书记，也跟那个主委报告，说要我联署，我跟他联署。但是联署那只是表面上，因为他究竟他是我的直属长官，虽然不是民选的，但是他是我的直属长官。所以现在的最近的外面有一些声音，就是说，好像说我好像吃你桃啊一样，可能被人叫回啊，变成叫回啊这样那我要喝国民党的奶，又要去喝民进党的奶。说真的，地方选举它是死硬派，你光是靠党员的票，你没有办法当选；光是靠党员的票没有办法当选。民进党靠党员他没有办法当选，国民党也是一样。选举就是要主要还是要靠你个人的人脉，尤其是单一的选举。单一的选举非常的厉害，一票变2票。今天你这一票是我的，你反过去给他，那他是。我少了1票，他多了1票，来回是2票。这是当然了，我们本身的党员先进里面也有人讲这种话。那主要也是民进党他们在搞一种分化。以前他们就讲，我跟苏县长讲好，以前在1个月以前，他们外面就这样讲，说我跟苏县长讲好，到时候呢，我试一下我会听。我相信说在座可能有一些北北了。也的确是也拜访过我说，我是外省子弟，我是第2代，你们是不是能够投票给我？就是说选举呢，可以说无所不能的花招在这里，但是呢，中治选到现在，我还是我以诚恳，以我的为人处事，以我这3年来对新营的付出，如果说新营市民能够认同我的话，把你投票给我，未来的4年，我还是继续当我的公仆。现在公仆这一句话说真的，我认为说，当行政首长不是官，绝对不是官，他是一个公仆。尤其你当行政首长，你不帮市民，你不帮你的县民，不帮你的市民做事情的话，那真的非常的惨。看得出来，陈达昌县长他是配合各乡镇施工所在推动，他是把经费包括我们乡镇施工。他是县政府配合乡镇施工所在实施，但是苏县长不一样，他是做他自己的，他做的才算数，他要补助给你的话，你免谈。尤其现在最可怜是怎么样，你知不知道？以前的各部会他都有经费，我们乡镇施工所我们可以透过立委、透过关系人到中央去要钱，现在呢，政府统筹，通通给了县政府。然后呢，县委呢跟地方抢钱，县委跟地方抢钱。我头2年光是在中央，我拿的经费就拿了2亿，在中央都是透过一些立委级的到中央去做计划，到中央直接去要钱。但是现在真的非常的不好，就是说你县长不是自己的，说真的。我们要推动事情真的很难推动，大家也知道，你们天天看到的线报，3、2天一大张，3、2天一大张，他花的是谁的钱啊？他的包装是在打谁的包装吗？是在做谁的事情？还是为我们县民在做事情吗？我想不是。我认为说苏县长他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，他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，他是把自己捧得高高的。不是要别人捧他捧高高的，他是自己把自己捧得很高。说真的，到时候他摔下来会非常的重。所以我想12月3号，我们就让他摔下来，让他自己尝尝看，他把自己捧高，然后摔下来，看看有没有人佩服他。
有时候人家把他捧高了，要摔他一下子摔一半，让他自己把自己捧高了，他下面就没有人撑他。所以选举的事情啊，变成瞬息万变。民进党的选举，他就说他们敢出去冲，敢出去抢，但是呢，我们国民党的选举是潜伏性的，大家不敢出去抢。而且现在我们有很多公务人员，他的父母也都是公务员，也都是劳工。我希望是有一些公务员，尤其是你们影响年轻人啊，或者是你的媳妇，或者是你们的那个可以尽量的去影响。因为事实上乡下人他那种观念啊，他虽然不是民进党，但是呢，他就是不认同。等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，他们还是投给国民党，但是换成民进党执政以后呢，因为呢，民进党拼命的给他们饼干，一到选举就给他们饼干，一到选举就给他们饼干。你看12月16号，18趴又要杀掉了，他现在全部党播，因为他没有钱播。像那个总统大选2004年，没有选举以前就拨1000块钱进去，统统拨进去。拨完以后，老百姓开始骂，他们在骗，算计算那个，我一共骗钱就他们骗了几个月，骗了只给他们好像农民给他们3个月，那渔民就保失业，那农民骂一骂以后呢，我给妈妈我都给了3000块了，3个月3000块钱。3000块钱，所以说真的，选举选到这样子的，我觉得说真的，国民党的立委真的要有一些宪法，有一些那个真的要修改。企业会选什么不行？像我这个，我补助款，补助那个正当的社团，他说为企业会选。李天是他打66万全民保险。我在91年，我就询问给台南县政府。我光是领长的保险，他都把我打回来。他说不予同意编列，他不同意我编，连领长的保险都不同意我编列。那领长的保险在93年、在94年今年开放，上次我就询问给那个县政府，内政府他给他开放，领长因为他是无歧视，可以公家机关可以给他保险。他说那个什么津贴2000块钱。这个在政府的民法规定里面，通通不能编列。我问检察官说，这个有没有企业危险？他说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要你就告他，我侦查以后看看是不是。那侦查就是看看是不是。那我说我这个是企业贿选吗？我这是企业贿选吗？我告诉各位，只要那瓶矿泉水跟那个橘子超过20块，超过30块的话。我这边请你们帮我投我的票，我就是会选。所以我现在最近跑通啊，请吃饭，不管是人家请吃饭，还是什么社团请吃饭，我说你们这3天都不要说，叫大家要选我，因为我去了，他们就知道要选我的还是选我，不选我还是不选我，不用再讲。你再讲的话，又被录音的话，只被他检举到，你又是企业会长。到时候你请吃饭的，你倒霉；你花钱，你倒霉。那你花钱是为了我也跟着你倒霉。世界上哪有这种事情？这叫做企业会选。所以说，真的，现在政治啊，真的是搞得全民很结乱，大家不知道怎么办。每天在搞政治，政治恶斗，天天在电视上看的都是这样，搞得现在台湾都不安宁。我在这里跟各位我们这些长辈，我们的先进的报告说，这段时间我知道这几天呢，自从尤其那个《自由时报》，他看了乡镇市长也有24个乡镇市长联谊，要把我的李宗志的名字写在上面，他只写我的名字。他也知道《自由时报》自由日报》他是民进党才设的报纸，当然他们抓到异己，他们抓到异己。所以对方现在一直把我一直不反，我一直不跟他回应，包括这种事情我也不回应他，什么事情我都不跟他回应，我不想给他舞台，我也不想跟他乱，因为民进党选举他见真插不见真，那个见缝插针的，他一有缝他就插进去，他就跟你死缠乱打，他就是死不要脸，明明是错的他也说对，你看到他那张文宣，他那个高雄那个
把我们的5号公园摆在上面，那个是5号公园，很难沿地图起来。他说那一个是什么高雄什么高雄大学，你看看，连新营的地方都搞不了。那个地图啊，新营市被他卖快了4个里，4个里不见了。那个地图里4个里不见了。啊，所以他们做的，因为说真的，他从永康回到西营，说真的，有时候你跟他讲中华路在什么地方，他也不知道。你跟他讲土库里在什么地方，你跟他讲包辖在什么地方，他也不知道。他既然什么事都不知道，他怎么来怎么来把新营施工的这个担得起来呢？他对新营的人情种种方面统统不了解，他只能坐在办公室看工、批工，什么事情哎，报告找我。我说我什么事情你们不要找我，你打电话给我，我去找，方便。我就是这样。因为有人常常到工作找不到，我说你早上找不到，我就打电话给你，我去找你，不用你来找我。事实上，我们当一个民意首长，或者是当民意代表，我们既然选上，就是要帮我们市民，帮我们里民来服务、来做事。我敢说一句话，我总是做得到，我说得到，我做得到。我现在蔡英文议员，他跟我也一样。在这几年，我们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可以说非常的好，尤其呢，他一些经费可以说全部都挹注在新施工所，都是帮我们新施工所经费不足的，有些那个是我们市里需要的，蔡委员全力的支持新施工所。我在这里要代表我们新市民来谢谢我们蔡议员、蔡议员，在这里12月3号再次的代表谢谢大家。我给他，我想这是不死的情形了我想跟李宗士一样，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，请支持蔡英文的人，这一票一定要投给李宗士，一定要投给郭连长。那外面很多的俄语的不死的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冷静判断。我刚才讲过了，李宗士在这段监狱期间没有讲过半句话支持4万字的话，我可以证明。所以今天来是我的好朋友，是我的各位长官，希望支持我的人，每一票一定要支持李宗士，不要被俄语还是不实的言论抹黑，而失掉对李宗士的信心。他是中国国民党党员，我想他以中国国民党为荣。大家不要被不实的文宣抹黑，拜托大家，谢谢大家我们喊一下，我喊李宗士，你说当前好不好？我们连续3次，李宗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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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李宗士帮我喊，我们是中国国民党，团结的中国国民党。蔡英文。